嗱，各位家長唔係佢哋唔想回你信息，但係啲教練呢真係好工作好忙。你做咩笑？你做咩笑？係因為佢識我，所以佢笑。我哋喺度軍訓緊啦，喺度軍訓緊。呢位係張教練，張小燕教練，帶女生班。呢度有好多新生啊嗱。如無意外嘅第一排、第二排嘅全部都係新生，反應各方面都比較慢，基本上依家仲學緊技能，呢個老生呢個，喂，哎呀，他忍不住笑了，我也忍不住。OK 啦，睇下揾唔揾到你哋嘅小女孩，接下來我們講的是停止間的轉法。停止間轉法啦。向右轉，向後轉，3個轉法。轉法怎麼轉？首先仲笑，你仲笑。第一個向左轉特別是新生。呢個又笑。收飯啦！教練開始嬲啦。我喺度影，算啦，我唔打攪佢啦，拜拜，係咁先啦，精神啦，醒啊！